Disclaimer， 2025年12月6號。嗱，咁而家大盤咧，其實喺過去10日裏邊上升咗9日，升嘅日數係遠多於跌嘅日數。咁所以呢一個咧已經係俾到一個好強嘅 signal，我哋咧個 market 係翻正常噶啦。雖然咧呢個星期係越升越慢啦，但係呢個亦都係牛市嘅特徵嚟㗎。牛市咧往往都係升咧就係升少少，可能0.幾%、0.幾% 咁樣一路咬上去。有時候有啲好消息咁可能會升1% 以上咁樣。咁但係整體嚟講咧，其實都係慢慢升嘅。OK，咁熊市咧就唔同，或者股災啊、調整市咧，咁跌嘅日數咧係多過升嘅日數啦，亦都跌嘅幅度係大於牛市升嘅日子嘅幅度啦。可能一支巴就跌2-3% 咁樣。咁但係而家我哋見唔見到呢啲都見唔到嘅。OK， 加上咧多個指數咧已經係翻晒去10天、20天、50天、200天線之上㗎啦，企晒喺呢啲嘅移動平均線之上，仲要係多天。咁所以我哋可以話咧個 market 已經翻正常。咁翻正常嘅話，咁其實我哋咪繼續順勢去操作咯。我哋嘅焦點繼續喺 long side 上面咯。咁冇錯，大盤咧係可能去到前浪頂嘅位置咧有啲阻力嘅。加埋下個星期會有議息嘅結果啦，咁樣。咁所以有機會嗰個 market 會有pullback 啊或者 consolidation 啊，唔奇嘅。但係即使係咁都好，我哋個關注焦點我哋成日都講喺個別股票嘛，同埋自己所持股嘅嗰啲嘅圖表走勢係咪正常？如果你揸住嘅嘢佢係冇問題嘅係正常嘅，甚至乎表現強勢嘅。咁我哋應該 trade what we see 嘅，因為佢哋可能係一啲領導股嚟嘅。領導股通常係活喺自己嘅世界而且咧相對大盤表現強勢。咁呢啲我喺好多嘅位置都教過，TTT 有好深入講解點樣我哋去比較嗰隻股票同埋大盤之間嘅關係啊。咁係平時 TTT 我哋都成日講。咁我哋而家咧就已經升咗10日啦，亦都去到一個相對比較高嘅位置，喺晒所有移動平均線之上。咁所以我哋而家做功課咧，又會同1個禮拜之前或者2個禮拜之前唔同我哋而家我哋要揾嘅嘢設定個參數，其實我哋係會調節嘅。之前我哋係要揾一啲比大盤更加快上晒移動平均線之上嘅股票。OK， 又或者揾1月20號作為一個重要嘅參考日，我哋去揾一啲表現優於大盤嘅嘢。咁但係去到而家咧，咁我哋其實咧就係要去揾一啲係過去一個星期大盤冇乜點升，但係佢會升得多嘅嘢。OK， 嗰個諗法就會唔同咗。因此我哋係要按照嗰個市況咧定期係調節嗰個篩選器嘅，確保我哋嘅焦點放喺啱嘅地方上面啊嘛。因為如果我哋而家仲用翻1個禮拜之前嗰個篩選方法，咁其實即係大盤已經上晒所有移動平均線之上啦。咁你再去揾啲喺晒所有移動平均線之上嘅嘢，咁呢個就唔係而家呢刻最值得你放關注嘅嘢咯。呢啲應該係上一輪1個禮拜前你揾到之後要做嘅，就上個禮拜做咗，或者再上1個禮拜就已經做咗啦。應該就如果你喺上1-2個禮拜，你係用一個咁樣嘅方式去做，可能你已經揾到啲正嘢，已經係升唔少啦。OK， 咁而家你就要再去揾下一批嘅嘢，個諗法就會唔同咗。所以明唔明啊？點解我喺呢度會定期嚟到同你講我揾股票個諗法係點樣呢？ OK， 咁喺一個牛市當中呢，可以係有唔同定期係會有唔同嘅領導板塊浮現或者切換嘅。OK， 而往往一個牛市呢，佢係需要有新嘅敘事、新嘅產品服務、新嘅科技去帶動。而3年開始就係由 AI 去帶動個 market 走出咗熊市。咁換嚟過去嗰2年，你見升得最多就係啲半導體AI 相關嘅嘢AI 成個產業鏈相關嘅嘢咁但係而家去到25年12月啦，係咪？咁其實已經升咗幾多年啦？都升咗2年幾嘅，升咗2年幾呢啲嘢。咁我哋亦都最近係好明確見到咧，就係過去嗰2年所升嘅板塊咧，已經係出現疲態啦，甚至結構受破壞啦咁暫時呢刻我哋未知道有啲乜嘢新嘅領導板塊浮現但係我哋
需要記住個原則就係記住呢一個共通原則呢個共通點啦，就係咧牛市一定會有新嘅敘事發生新嘅產品服務、新嘅科技，咁我哋就係要去開着個 radar 嚟到去睇有啲乜嘢潛在新敘事嘅出現咯。咁又或者有啲嘅情況，可能係某隻股票佢特別強勁嘅，唔係成個板塊強嘅。咁舉個例啊，就係譬如24年啦，咁就係糖尿病藥嘅公司，咁主要係有2間啦，一間就係 LLY， 一間就係 NVO 啦。講歷史嘅啫。咁過去呢2間公司就係因為佢發明咗隻糖尿藥啦，咁係可以即係用作減肥嗰個糖尿針咁即係打咗之後咁係可以令到黐肥嘅人個胃口冇咁大，咁從而就做到減肥嘅功能。我唔係醫生即係純粹講翻當年嘅佢哋呢2隻股票升嘅背後嗰個敘事係乜嘢？咁就係有一個劃時代嘅新嘅藥出現咗啦。NVO 係一間丹麥公司嚟㗎，佢唔係一間美國公司嚟㗎。咁丹麥成個股市可以係因為呢一間公司咧係升咗好多，因為呢個諾和諾德係一間係權重喺丹麥股市有個非常權重嘅公司。咁但係係咪代表成個製藥板塊或者 biotechnology 都係牛市咧，都係升到好勁咧？有時候唔係嘅有時候係嚟自個別股票嗰個嘅預期成長同埋盈利。我呢度特別紅色呢個預期2個字，往往有啲嘢去到嗰個盈利係落實咗之後咧，佢就唔升噶啦，或者升得好慢噶啦亦都有啲更加壞嘅情況就係見頂即係當個盈利實現咗啦，跟住之後就大跌個業績好都會大跌，因為已經係充分反映咗啦嘛。咁呢一種就係典型嘅 buy the rumor, sell the news。咁所以我哋進入去到呢個2025年年尾啦，咁 looking for 2026年有啲咩潛在嘅板塊又或者係新嘅敘事咁其實我哋而家呢刻未知道，不過我哋要有個心理準備，就係呢啲嘢可能係會突然之間就係誕生，突然之間爆出嚟。咁按照最近嘅觀察咧，我係未有特別去見到有一啲咁清晰嘅板塊，但係有機會可能會有一啲好似頭先我所講 LLY NVO 嗰種嘅公司佢唔係成個板塊喐，而係一個板塊裏邊嘅特別嗰1-2間最大市值、最龍頭可以攞到最大市場份額嘅公司，有機會我哋不久嘅將來可能即係幾個月咁樣，咁有機會可能我哋會揾到一啲咁樣嘅公司一間咁嘅公司 potential 純粹係諗嘅啫可能係自動駕駛。OK 咁你呢個你自己做功課啦。好，跟住呢個部分咧就會講咧，就係我呢個星期會點樣去設定篩選器嚟到去做我嘅功課去 screen 股票。咁我會有2個嘅。第一個篩選器咧，我係會主要留意嘅係過去5日上升超過10% 嘅股票。點解咧？因為喺周線圖嘅層面啦呢度係上高呢個係 S&P 500指數睇睇呢度，咁咧係只係升咗咧OK 你可以睇睇呢一度啦升咗0.12%，全周升0.12%，咁即係話其實持平咯，冇乜點升咯。咁如果過去5日升成10% 嘅話，咁即係話過去1個星期大盤唔升，佢有得升喎，咁係咪相對一個好嘅表現咧？係咪？咁但係當然你唔可以係冇任何附加條件嘅。咁我哋都需要有附加條件，就係佢本身咧都要股價處於10天線、20天線、50天線同埋200天線之上，即係話佢本身係 Stage 2嘅股票。咁喺 Stage 2嘅股票當中，如果佢上個星期大盤唔升，咁佢升咗成10%，咁即係話係 outperform 咗大盤。咁我係要
加咗一種咁樣嘅即係加咗呢幾個 filter 落去咧，嚟到去揾下啲股票，就唔係淨係即係就咁benchmark 某一日，或者係一定即係淨係睇係咪喺晒所有移動平均線之上咁簡單，得唔得？咁 standard 嘅我都係會想要揾一啲市值唔好咁細啦，起碼2個 billion 以上，即係20億美金之上啦。成交額過去20日平均要有3000萬美金啦。咁如果你想再少啲股票收窄個篩選範圍嚴格啲嘅，你可以去到50個 million 啦，或者話5000萬美金啦。咁你可能篩選出嚟嘅會更加少啦。咁你咧就會揾到有51隻啦。咁純粹係舉例嘅啫，冇任何嘅買賣建議，亦都唔係針對個別股票，即係純粹撳一撳咁呢個 filter，咁有啲乜嘢嘅即係股票篩選到，譬如你見到即係嗰個圖表形態係咁咯。過去呢幾日大盤係咁嘅，而佢有得升，咁你就要揾下背後係咩原因啦。呢一度咁樣即係點解咧？點解大盤唔升？跟住佢有一個大量嘅上升，又有 RS 咁樣呢個客觀描述啦，係咪？的確我哋畫面見到係咩啊？一支大陽燭咯，升11% 咯，星期五、星期四4% 咯，星期三2% 咯。咁大盤係咁噶嘛？客觀描述個圖表啦，得唔得？咁係啦，就係即係你喺呢50幾隻股票裏邊有啲咧就因為佢個篩選係有啲問題啦，咁所以會出咗呢啲咁嘅停一排嘅，咁你要留心喎。呢一日最後一日係9月26號嚟嘅喎。呢一間即係嗰間臭名遠播香港人去美國上市呃錢嗰間公司有問題嗰間。咁呢啲你唔可以即係當真即係你要用你嘅智慧嚟判斷個篩選器。咁但係有啲正常嘅，咁你嚟揾下點解咧？可能業績啦，可能其他嘅催化劑啦。過去大盤3日係咁，但係咧佢突然之間有一日係升咗成24%，一支大陽燭、大嘅成交量，客觀描述呢一個嘅即係技術圖表 ，OK 周線圖大陽燭升34%破量 ，OK 咁樣樣。咁呢個係第一個篩選器，咁你會揾到即係你會見到啲咁嘅嘢。第二個篩選器咧，我就係會勤力少少啦。呢一個篩選器你要相對勤力啲啦，就係我哋睇 stage 2嘅嘢。你可以設定，如果你有呢個 deep view 嘅咧，咪揀 Stan Weinstein 嘅 stage 2作為 criteria 啦。咁然之後加啲附加條件，market cap 平均成交額咁呢個咧我會加多一個，就係 current week，就係即係過去一個星期個 percentage change 係要4% 以上。啱啱咧就10%。咁而家我放大呢啲範圍啦，再睇下仲有冇多啲。75隻股票唔多啦，做下功課咁即係多勞多得嘅啫，係咪？你勤力啲做，咁你揾到嘅、睇到嘅嘢、學到嘅嘢咪多啲咯。咁所以一個就係比較 focus 嘅，過去5日上升10% 嘅嘢51間公司。另外要勤力啲嘅，擴大範圍，其實都係75嘅啫。好，咁之後呢個部分呢，就係叫做市場觀察及科普教學。咁呢個嘅部分呢，我係會同大家做一啲科普性嘅嘢，冇任何嘅買賣建議。咁呢度都要講多次內容全屬公開性資訊，上網係睇到嘅，AI 係查到嘅。我只係會作呢一啲嘅資料嘅整理，以及客觀描述一啲公開嘅嘢，我唔會有任何嘅買賣建議啦。咁呢個內容亦都絕不構成任何買賣建議、誘市及邀請。咁呢個市場觀察，我會係即係針對一啲嘅公司啦。咁佢發生咗嘅事情，呢啲發生咗嘅事情咧，就全部都係公開網頁你可以揾到嘅。咁科普教學咧就會係
即係講下嗰間公司嘅一啲 background information， 一啲背景資料啦，咁以及就係我如何去做研究。OK 我點樣去譬如啱啱我做完一個篩選之後選股之後啦，咁針對於某啲嘅公司，我覺得嗰啲有呢個圖表，我覺得幾 interesting 喎，咁我想 further 嚟到研究，咁我而家咧就呈現晒整個嘅 process 俾大家。OK 明啦。FLNC 咁你見到嗰個圖表我而家先客觀描述個圖表先。咁個圖表係你會見到連續多支嘅陽燭嚟㗎嘛？喺過去1、2、3、4、5、6、7、8日裏邊有6支嘅陽燭，2支嘅陰燭咁，而且陰燭下跌成交量好少，下跌幅度好少，陽燭嘅上升幅度好大，成交量好高。MACD 我哋見到係有一個交叉嘅現象，佢嘅周線圖我哋係數到係有1支2支嘅陽燭最近咁應該係由呢度開始1、2、3、4、5、6、7、8支嘅陽燭，1、2、3、4支嘅陰燭。陽燭嘅部分嘅成交額有3支係異常高4支、5支、6支，其實6支都係高於個平均值啦。OK， 咁過去呢個係由9月開始，9月佢由7蚊去到而家11月係24蚊。呢啲全部係一個客觀嘅圖表描述嘅啫，得唔得？好咁我哋咧就即係睇下呢間公司嘅一啲背景咯，即係或者係近期所發生嘅事情。咁有鑑於就係我就觀察到啦，有一支咁樣嘅陽燭，呢支嘅巴咧係升咗成17%㗎。咁我就去揾到底點解咧咁樣原來咧當日係有7間嘅 investment firms 係調升咗佢哋嘅目標價。呢個係公開網頁嚟㗎，你係可以喺呢個網頁啦 Yahoo 財經嗰度啦嚟到去揾翻就係呢一則嘅新聞或者呢一個嘅報導我純粹係一個剪報嚟嘅啫。咁包括咧就係 UBS 瑞銀啦，咁就大幅上調佢嘅目標價你可以見到呢一度啦。咁個理由咧就係話見到數據中心對於儲能硬件需求有向上驅動嘅潛力。咁呢個都係 AI 去總結翻呢一則嘅報導啦。佢呢度自己寫嘅 OK 即係你自己睇翻個英文啦咁跟住我又要 AI 總結一下，就係點解啲大行會有一個咁嘅結論出嚟。咁佢就 search 咗呢啲嘅網頁，然之後咧就總結咗呢啲網頁所講嘅嘢。咁包括第一點咧就係嗰個2026年嘅展望管理層對於未來盈利增長，尤其是2026年之後係相當有信心。毛利率亦都有改善嘅趨勢，大型儲能項目個 pipeline 持續咁樣。咁第二亦都有政策面方面嘅利好啦，包括啲歐美嘅再生能源儲能嘅政策呢啲嘅補貼推動之類。咁第三咧就係呢個即係呢個AI 數據中心衰電儲能呢一個故事線。咁雖然就話即係可能嗰啲嘅數據中心過度投資之類，但係無論如何，電都係冇辦法避免嘅咁所以當用電急升嘅時候咧，就需要更加多儲能嘅系統去配合電網。而 FLNC 咧做嘅就係大型電池儲能再加軟件優化咁呢個係 AI 嘅 summary。呢個網頁咧你可以自己去翻呢一度去睇翻。咁佢就係講咗 FLNC 嗰個業務嘅範圍啦。咁你可以
pause 咗佢，然之後自己慢慢閲讀啦。咁呢度亦都係另一個網頁呢個納斯達克公司Nasdaq.com 你可以自己 search 翻。咁裏邊亦都有提及到啱啱 AI 個總結大行調升目標價啦，以及就係即係佢哋嗰個原因啦等等啦咁樣。咁呢個你可以自己 study 一下。好，咁第二間同大家科普嘅公司呢，就係呢一個 PATH 啦。嗱，咁我哋亦都係喺圖表上面客觀地見到呢，佢係由4月20號之後出現咗呢1、2、3、4、5、6、7、8、9加埋呢一日就10日。喺10日裏邊呢，佢上升咗9日，有1日嘅下跌，而呢個下跌應該呢就平收咁滯，成交量就極低。咁我哋亦都見到嘅係業績後呢，佢出現咗一個裂口，並且係大陽燭你見到啦，呢度圖表上顯示一個大陽燭嘅收市。然之後星期五呢，係繼續維持喺一個相對比較高嘅水平，而唔係好似上次呢一度出現咗一個裂口嘅大陽燭之後，後邊係伴隨一支嘅大陰燭。咁 MACD 呢個嘅位置也是見到出現有一個交叉嘅現象。咁呢個係我對於呢幅圖表嘅描述。喺周線圖上面呢，佢係一支大陽燭，全周係升咗34.7%。成交量你見到喺呢一度好大啦，咁亦都呢收盤嗰個價格係喺周線圖呢條紅色線係我設定咗係200 MA 嘅，喺200 MA 嘅周線嘅上方，以及喺10 MA、20 MA、50 MA 嘅周線圖呢啲叫做唔同嘅均線嘅上方啦。咁跟住呢，我就做功課啦，就係去了解點解個業績後佢會出現一個咁樣嘅現象嘅呢？嗱，咁呢啲全部都係可以喺公開網頁嗰度揾到啦。Nasdaq.com 咧，你自己可以揾翻呢一篇嘅文章啦。咁佢呢就係話，當晚佢升咗24%嘅原因呢，佢嘅解釋呢就係佢同呢個 VEEVA Viva 啦 AI Partner Program 去合作啊。咁當然當日亦都出咗業績啦。咁呢度一陣間再講。咁呢間嘅公司呢，其實係有上市嘅。佢嘅代號係 VEEV，咁佢係一間做咩嘅呢？就係做呢個生命科學產業啦，例如製藥生物科技、醫療器械公司，專為呢啲公司提供雲端企業嘅軟體解決方案，例如 CRM或者係一啲嘅文件管理平台又或者係各方面可能一啲 online 嘅 support。咁呢間公司都相對即係唔算係一間好小型嘅公司啦，都係屬於SaaS 類型嘅。咁但係咧呢隻PATH 咧就同佢合作咗啦。咁所以咧就即係 AI 嘅解釋就係點解即係市場會咁興奮即係佢呢個比較情緒化嘅描述嚇。咁佢咧就係話，因為咧佢佢揀咗PATH 嚟做 partner 呢間Viva 揀咗佢做 partner 咧，係等於幫 UP 呢一個 PATH 係出咗張入場券，去打入受監管行業嘅深層流程自動化。咁呢個門檻係唔容易攞到嘅，咁所以佢亦都攞到一定技術護城河啦。投資者會覺得呢個係新一輪嘅企業採用嘅催化劑，唔係一個 one-off project，真係入到呢一個咧生命科學或者藥廠等高度監管嘅行業。咁因為佢係一個 AI 嘅即係提供 AI 解決方案嘅一間公司，咁所以如果佢拍得住呢啲嘅公司嘅話，咁對佢有一個利好。所以市場嘅解釋呢我揾出嚟，咁佢咁講啦咁係升咗24%，咁再加埋有業績嘅發布啦。咁個業績咧都係描述翻啲facts 嘅啫。咁佢就係佢嘅收入
係4.11億，高於市場嘅預期3.93億。咁亦都咧就係個關鍵點其實係由虧轉盈啊，今年係有呢個首次嘅 GAAP 嘅盈利啊，咁盈利能力係有一個明顯嘅改善。之前咧就唔係嘅啊，之前咧就即係未證明到自己嘅一隻高增長股。咁今次由首度嘅盈利咧係一個轉捩點啦。嗱，咁呢個就係上網揾翻嚟嘅資訊。OK， 得唔得？咁你可以睇睇個圖表，然之後分析下呢啲資訊係點咯。咁第三間同大家科普嘅公司咧，呢間公司咧就係IoT 啦。咁又係描述翻個圖表，喺星期五咧有一個係11% 嘅上升。咁個成交量喺日線圖你見到係咁樣嘅，幾大下。呢度亦都係出現一個 MACD 嘅交叉。週線圖上面係一支18.91% 嘅陽燭，咁成交量亦都係過去若干週一個頗大嘅一個成交量啦。好啦，咁呢間公司其實係做啲咩呢？佢係一間咧用感應器加攝像頭加雲端軟件去幫好多車有好多設備嘅公司去做一啲實時監察令到佢哋更加安全更加慳錢提供效率嘅公司你可以當佢係實體世界嘅數據中樞加個監控平台。咁佢係幫好多車好多機器嘅公司去用 IoT 啦、雲端啦、加 AI 啦，去慳錢減意外提高個效率嘅合作伙伴包括有呢啲嘅公司啦 ，GM Caterpillar 呢啲大家都應該聽過啦，現代咁亦都客戶車隊呢啲合作伙伴客戶方面咧，咁有政府部門、公共機構食品一啲冷鏈運輸公共企業能源重型機械物流客運貨運包括有DHL CoGAS USA 呢啲嘢。咁 AI 亦都總結咗啦，DHL， 咁佢就用咗咧 IoT 咧去將原本7個分散嘅系統去 consolidate 去一個平台，即係做一個整合啦。咁即係去監察佢嗰個嘅物流啦、路線啦，咁去即係提供呢啲嘅 solution。咁呢個係Coach USA 喺啲大型嘅巴士客運公司。咁佢亦都係負責車隊嘅管理同埋安全方案。咁你見到佢其實都有幾多客戶喎而呢啲客戶咧，私人亦都有啦，公共事業都有過呢啲天然氣電力公司其實係借助佢嘅一啲可能係監控嘅鏡頭，然之後做一個實時嘅即係 AI 嘅監控咁樣。咁好多公司都需要呢一類型嘅叫做輔助嘅。咁你發覺佢嗰個滲透亦都相對比較高啦，因為入到政府，咁即係顯示咧都唔係一啲普通名不見經傳嘅私人公司。OK， 咁佢最近咧就係觀察到嘅係喺呢一個業績日之後咧，就出現咗一個裂口上升11% 嘅現象。好，咁跟住落嚟呢個部分我哋會講講就係趨勢交易者佢唔想見到嘅圖表形態，以及佢想見到嘅圖表形態係點樣樣。呢一種嘅圖表形態我哋唔想見到嘅。你會見到咧喺呢一個業績之後，咁呢間公司咧就係一支大陽燭嘅上升啦，由56去到成84蚊。咁成交量亦都相對過去好多週一個好強嘅現象。呢個係佢日線圖嚟嘅。OK， 某隻股票咁業績後就急升咗咁多之後咧，咁如果佢一個啱嘅情況咧，就應該喺呢度 consolidate， 然之後繼續克服呢一個嘅 TRL 嘅。OK， 呢一度1點2點形成一個 TRL， 但係之後你見唔見到喺呢一度突然之間出現咗一個裂口低開啦？咁裂口低開都唔緊要，有時候都會嘅。咁可能係一啲嘅評級下調又或者就
即係突如其來某啲嘅消息啊，有機會配股啊咁。咁如果你有低開之後守到可以上翻去咧，咁其實都係當佢咧可能發展一個 bull flag 咁樣樣。但係你留意一下，呢個係一個唔正常嘅下跌走勢嚟，唔正常嘅崩跌走勢，一支好大好大嘅陰燭。咁係由咧80幾蚊啊，大概85蚊度啦，係一晚係跌到落68蚊。咁跌到落去呢一個 META 嘅嚇，呢度係一個 META，因為咧呢度係一個有50 MA 啊、10 MA 啊、20 MA 啊，呢個係一個 support 嘅 level 啦。前面嘅呢啲嘅位置大概都係一啲嘅resistance flip 做嘅 support。咁呢度曾經發生過 support，咁所以呢度係有機會會有一啲嘅支撐。但係咧你見到其實成個走勢係唔正常嘅，因為如果佢翻落去 META， 佢嘅回落方式係用一個裂口低開10幾個 percent 嘅下跌，甚至乎你見到一個大成交量咧，呢種嘅回測 META 咧，其實唔係一個理想嘅進場點嚟。咁當然啦，落到嚟呢啲支撐嘅位置，咁好正常。有少少反應係唔奇嘅一件事情嚟㗎，所以你見到第二日咧，佢係有一個反彈，但係個反彈相對於呢一個嘅下跌幅度咧，其實係一個微弱嘅反彈，之後咧就繼續。咁而你再留意翻呢個嘅反彈，呢一支嘅巴，佢嘅成交量係非常少，前面就係大量嘅下跌，低量嘅反彈，係咪一個正常嘅走勢咧？如果你做 METS， 你做 MET style 嘅話，佢用一個咁樣嘅回落方式落到嚟呢個 META 咁樣嘅位置，係咪一個好嘅一個進場方式咧？OK， 咁我諗你有答案啦。就算我哋做 META 都好啦，我哋都要睇佢回落方式。如果佢回落方式譬如係咁樣低量啦，有序啦，唔係一個裂口10幾 percent 啦，而係分可能3日落到嚟呢一啲嘅位置。咁呢啲係我哋會出手嘅位置，但係咧呢種咧就其實就唔應該係。咁後邊呢一度你見到再放量嘅下跌，咁呢啲係唔正常嘅崩跌走勢。一支大陽燭喺周線圖上升咗之後，伴隨住一支咁樣嘅大陰燭，呢個係唔正常，我哋唔想見到嘅圖表形態。咁我哋想見到嘅圖表形態點咧？咁都俾啲例子。呢度一個好強嘅 contrast。以呢幅圖表為例咧，啱啱我講嗰幅咧就係一個唔正常嘅崩跌走勢，記住個樣係咁。咁但係如果都連續下跌，但係咧個成交量低啦，亦都嗰個回落係比較溫和嘅時候咧，咁呢啲我哋可以暫時視作一個 correction phase。所以唔係話今個星期我哋係需要揾一啲過去一個星期上升10%，咁唔升10%嗰啲，上個禮拜我睇開或者之前我睇開嗰啲股票，甚至乎我揸咗呢隻股票，咁點啊？係咪唔好嘅走勢啊？咁樣，咁你都要用合理同埋常理嚟到去判斷嘅。因為如果佢前面可能係一波嘅上升，由110去到155，都其實升咗唔少啦。咁如果佢回落嘅方式係一種咁嘅方式嘅話咧，啱啱呢種方式係唔健康、唔正常。相比起之下係咪溫和好多咧？咁如果係咁嘅話，你可以暫時當佢一個 correction phase 唔代表你即刻要踢走佢又或者即係唔再關注佢咁事實上佢都係有一個突破咁突破咗之後，後邊無以為繼翻嚟，咁有時候都會出現呢啲情況㗎，就係突破咗前面呢個浪頂之後，係有一個 squat down overshoot 咗之後翻落嚟。咁落到嚟呢度係一個 META 嚟㗎，有 descending trend line， 有20 MA 嘅同時支持。如果佢嘅走勢係啱嘅話咧，佢會喺呢度重新 set up 繼續向上嘅，就唔應該咧就係回落得太多太深，
咁所以呢啲例子都係俾你見到，就算呢個星期佢唔係上升都好啦，佢相對個大盤，好似大盤唔升有少少上升啦，升0.12%，但係佢跌喎，咁係咪代表差咗咧？我哋要睇整體嘅呢種唔算，呢種我哋可以話佢係一個短期嘅 correction phase 啦。咁有啲情況咧就係喺業績後升咗之後咧突破咗一啲好大嘅阻力之後，佢需要一段時間啦，可能幾個星期去做一啲嘅整固，又或者上個禮拜相對個大盤冇升10% 咁多，但係你見到其實係一個健康嘅現象嚟噶嘛？呢個周線圖佢冇做錯任何嘢啦，日線圖好似其實係做緊一個旗形嗱，咁呢啲咧都依然都仲係 OK 嘅，OK 冇做錯任何嘢住嘅。咁你見到呢度醖釀緊 MACD 有個突破，咁如果之後佢繼續上升呢度突破嘅話，咁佢可能就係向上打開一個新嘅交易區間咯。呢度一個交易區間雙形走勢啊嘛。Davis 講如果突破嘅話，咁可能就再向上打開一個新嘅上升嘅走勢。你睇翻之前呢一度都係，呢度係一個 Davis box 突破後，下一個 Davis box， 跟住再突破後，下一個 Davis box。OK， 咁我特別留意緊咧，就係一啲周線圖嘅層面啦。舉例嘅啫，你見到冇 show 任何嘅 ticket name。咁如果佢喺一個周線圖上面表現出一個好大型嘅cup with handle 客觀描述呢個係一個 cup with handle。咁就算佢唔係all time high又或者即係佢冇一個星期冇升，即係上個星期到冇升多10% 都好，呢啲咧都係我想見到嘅嘢嚟嘅，都係我想見到嘅。咁至少起碼喺晒所有移動平均線之上大盤升佢有得升上翻啲嘅高位喺呢一個週線大型嘅週線圖咧係醖釀緊。咁如果之後突破嘅話咧，咁 expect 咧就係即係如果喺技術分析嘅角度突破咗呢個咁大型嘅底部咧，應該就係打開一個新嘅上升嘅空間。咁你自己去即係研習圖表嘅時候，你要用呢啲角度去判斷咯。以上呢3個冇任何嘅股票嘅代碼，我純粹係借助呢啲圖表咧嚟到去教學點樣我哋去gauge 嗰個圖表同大盤之間嘅關係，我哋想見到啲乜嘢？OK， 得唔得？好，咁今日條片到呢度。